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5年9月初二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65节到72节，以赛亚书第2章12节到17节，提多书第1章第1节到第9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同工的要求。昨伫主日的信息的中间，咱有引用到箴言25章第6节到第7节的教导，提到着讲人袂当自高骄傲，佮较袂当掠做家己是上贤的。基督徒应当爱谦卑啦守好条正做上帝的仆人，教会同工嘛是安尼。有一定受要求的标准，就要学习来谦卑。咱参照先知以赛亚的教导甲提醒，伫以赛亚书第2章12节到17节的经文安尼讲着：上主万军的统帅的日特别临到，伊要互所有骄傲自高的人变卑贱，互高举家己的人拢受侮辱。伊要互黎巴嫩原搁大的碧香树、北山的橡树、所有的高山、一切的小山、所有的堡垒、一切坚固的城墙、所有他死的尊者、一切水的芳泉，拢受到攻击。后来自高的人会受屈辱，骄傲的人会受降价。伫迄日，只有上主受高举，得到尊重。现在保罗，伊是教会体制的制定者，也是对伫这个设立教会啦、教会规范啦，以及上帝工人的训练啦、要求的标准等等，有真侪想法，甲伊所设立的规范。伊伫写互提多的培训的中间，也提到着教会内底无共积分的服侍者，嘛提到着人品的要求的标准。这是伫现代教会真侪的同工所欠缺的。提多书第1章第1节到第9节安尼提到：我是保罗做上帝的仆人，甲耶稣基督的使徒，受选派帮赞。上帝选民的信仰，互因认识下伫敬虔的真理。这个真理，互咱对永远的活命有仰望，就是未讲白贼的上帝，伫万世以前永远要互咱的。伊伫时机成熟的时，通过信息的宣讲，将这个永远显明出来。我有受托。奉咱的救主上帝的命令宣讲这个福音，提到我写批互你，伫咱共同的信仰，你是我真的囝。愿被上帝甲咱的救主基督耶稣赏赐你的恩典甲平安。我甲你留伫克里特，是要互你处理还未办清楚的代志。佮照我所指示的，伫逐个城市选派做长老。做长老的就无通指责，只有一个某，囝儿拢是信徒。佮无人控告是放荡，还是毋顺服。教会的监督，既然做上帝的管家，一定就无通指责，无自高，无歹性地。无酒醉，无凶恶，无贪财，着熬款待出外人，熬做好事，守纪正直，圣洁节制。伊着坚守迄个可靠符合教义的信息，安尼才通用健全的假释来勉强人，辩倒反对的人。其实正向的主的工人的标准就是乐意来接待人，欢喜来做好事，
对敬重注重，就要有正直、有圣洁，并且有准则的能力。看起来是真简单啦，事实上是无简单。诗篇119篇65节到72节，上主啊，你有照你的应允好款待你的仆人，求你教示我，互我有知识甲正确的判断。因为我信靠你的诫命，我前有行袂路，受你的警戒。当我遵守你的话，你是良善。你的所做拢是好，求你教我捌你的规例。骄傲的人用白贼话攻击我，毋过我要专心遵守你的律例。因的心亲像互油包麻痹，毋过我意爱你的律法。我受管教，对我有利益，我通学习你的规例。你所讲的律法对我有利益，赢过千万的金银。恳求主爱主帮助阮，成做一个真实的信徒，互阮学习成做好的同工，会通讲真实的话，无有白贼，无有虚假。亲像耶稣基督所教导，用心灵诚实来敬拜，甲人来交往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